我喺屏東女僕嘅人，李玉鳳鄉里哦，我哋鄉里講那個河南堂啊，河南堂啊，即係河南堂都有什麼鄉啊？有鄉秀嘅、鄉里嘅、鄉小嘅安尼啦。啊，還是童年吼，戇啦，話過少，愛學講客家話，唔對樣學。啊，一單又走去讀幼稚園啦，我等於冇讀幼稚園，所以廚房嘅生意呢，真好搞。如果念童謠，啲童謠又唔點乜人教嘅哦，又稱為大胖嘴。哦，童謠安尼學客家話，學嘅好多嘅，好多條哦。我更加可以念，哦安尼。更加問到我有童謠，以前唔點乜人教嘅哦。我哋呢，雖然大胖嘴吼，當然學嘅真多嘅名詞啊，名詞。安尼。讀嘅小學女僕國教畢業，哦，當個女僕國教都童年最好嘅記憶啊，哦，真多。安尼玩具啦、同伴啦、蔬菜啦，我哋女僕，我喺啲蔬菜哦，叫做牛蹼蝦啦。牛蹼蝦都係墓地、墳墓的意思。哦，喺屏東縣第一大公墓。我明白愛上課啊，一定要經過個很大的墳墓。過阿美路唔敢往那邊看，就向右邊的籬笆看燈籠花，燈籠花可以，都真講，安尼都過唔會講安尼。嗰初中喺我哋咩睇，即個咩女僕初中讀書啦，嗰冇得安樣啦，哦，所以我哋呢同伴啊，大部分都個人。狀況嘅啦，又新女僕嘅啦，所以都更加為我哋聯絡嘅，揾一下呗。還是吼，我講戇點點吼，他也有女大18變啦，18變啦吼，思想又會改變啦。除了寫作好寫作以外，因為愛談戀愛咩吼，因為我讀高雄商業學校吼，20頭愛去加工區賺錢啦，所以我哋有更多的空間啦，假日就可以交朋友咁樣。所以交朋友唔係講更加呢，用個手機啊、網絡啊，沒有這樣。以前是筆友下個呢真有人吶。心呢忽來忽去呀，還不如快心，還不如慢心、普通心、掛號心嘛，嗰度有啊。我安尼認識好多嘅筆友啊，當係個筆友一下子啊，即個生意嘅安尼，生意嘅各種嘢嚇，